哦，台南市长。又像滑行的脚拍到我的脚。好来哦。这个头部海哥啊。哦，台南市长。来，我们给他鼓励一下，给他鼓励一下啊。关联最人提升。海哥跟我说，新年力度新这边。我说我头比较大一点，所以戴的有点松。就这一点来像哦，来看的话是像头目啊。不过真正的头目是海哥啊。那另外我们特别欢迎来自花莲新昌部落的现身台东新昌部落的现村长啊，还有各位好朋友，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一下好吗？哦。另外我刚刚有碰到海哥的这个陆军官校的同学吧，各位将军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哦，这个讲介好啦。今天我也非常高兴特别来到我们台南过去我立法院的好同事陈委员的令尊，过去人民会的主委陈建仁台东县长另外在地的我们就最后介绍包括胡木花旧议员蔡英之议员，我们2位原住民议员，还有在地对原住民非常支持的李佩芝议员蔡玉辉议员，还有区长另外还有立委叶一金委员、黄伟哲委员的助理所以各边非常多还有我们客家文化协会的理事长都来了还有当然在场非常热闹的，包括原住民的朋友、客家的朋友还有我们台南市的市民，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年的丰年祭联合丰年祭，哇，看起来格外热闹。我们希望经由今年的祈福活动，能够让台南市平安，让台南市的登革热疫情早一天结束，让我们台南市的市民身体健康、安居乐业，好不好？好，非常感谢感谢大家的共襄盛举，来到台南市给我们加油，给我们祈福。我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因为难得有这么多原住民的朋友在场。那可能在昨天在高雄的时候，蔡英文主席应该有跟大家报告过了在过去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陈建年陈主委的时候，阿扁总统有推动的原住民基本法原住民基本法，那么也通过了原住民的电台，还有原住民的电视。甚至于在台北市长任内，也让我们敬老津贴从65岁降到55岁，可以看得出来，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对族群多元尊重的精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清楚。那昨天蔡英文主席特别也有提到，未来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来在部落里面做几个事情。第一个是在部落里面做长照，因为我们很多原住民的朋友非常长寿，年纪大了这个原住民的长辈都在部落里面，年轻人很多都出外打拼。那原住民部落的这些长辈长期照顾需要人照顾，所以他说他当选总统之后，第一个事情是要在原住民的部落里面做长期照顾，大家支不支持？大家支不支持？第二个，他说他总是希望原住民的小孩的年轻人也可以在部落里面不必离乡背井。那这样子的话，原住民的部落它的经济的发展就非常重要了。所以他要成立银行，希望银行原住民部落
特别针对年轻人留在部落发展的希望银行，可以跟这个银行低利或者是免息贷款，能够在部落里面发展，这个大家支不支持？哦，支不支持？真好，真好。所以道德道真好。部落年纪的大的长辈有人照顾，长期照顾的制度有人照顾，年轻人可以透由希望银行留在部落里面打拼，然后就留下来，年轻的也留下来，部落自自然然的就可以发展，对不对？对不对？第三个，花很久了。刚才我就提到，如果他当选总统，他会对原住民的文化原住民的产业也会特别的支持。宜兰的传统就是多元尊重精神就是如此。我还记得我以前在立法院的时候，陈委员可以说是原住民的代表人。他第一次当选的时候，我刚好当干事长，我看得非常清楚。她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但是很勇敢参与这个竞选活动，也得到原住民的父老的支持，顺利高票当选。她在立法院里面，她是为了原住民的权益极力的争取。可以说是原住民的代言人他把原住民的权益、原住民的发展、原住民的生存、原住民文化的保存，都看作最重要的事情。他昨天特别打电话给我，他说因为他很想要过来跟大家问候但是因为时间不凑巧，所以他特别请他的令尊以前台东县的县长。原住民的主委陈建年陈主委来到现场跟大家问候，我们给他掌声欢迎一下好吗？好。最后呢，我也要代表台南市市民热烈欢迎我们各位原住民的朋友来到台南。台南市政府非常尊重我们2位原住民的议员，包括古木哈就包括蔡依芝2位议员，还有我们原住民委员会的汪主委民主处的汪主委。我们希望台南市能够成为原住民朋友的新故乡，留在部落非常好。如果想要外面的世界来看一看，我们台南市展开双臂，欢迎大家，好不好？好不好？这么好。因为台南市是台湾第一个城市，最重视文化历史的传统，所以我们1年至少有2次原住民活动的祭典。春季就是周族在安平，那秋季呢，我们就轮流其他族的祭典，能够把原住民代表的文化能够传到这个城市来。因为我们台南市不是只有单一的族群，好比说这个吉安乡现安部落是阿美族，我们台南市是16族都有。17族加上这个西拉雅族我们台南市是17族，所以我们秋季的祭典是轮流啦。今年是轮到阿美族哇，大家都非常的漂亮，大家非常漂亮所以我们希望台南市呢也可以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我们有3个国家风景区，也有美食。那么也有很多投资工业区都需要人手就业的机会其实也很多所以大家把台南市，如果你们要离开部落来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台南市第一个欢迎大家，请把台南市当作你们的新故乡，好不好？好不好？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市长给我们支持鼓励。在这里给各位介绍我们的原住民主任汪志明来给我们讲。好，接着下来就是我们副市长。